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男性，基本上被中共政府无辜抓捕入狱或关押在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1年前，中共政府出台了所谓民族团结一家亲、结对认亲政策，强行安排汉族人居住在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家庭中，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彻底同化、破坏维吾尔人血统，消灭维吾尔民族。宗教信仰也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如有不接待、不欢迎汉人者，将被抓捕或关押在政治教育培训中心，逼得东突厥斯坦穆斯林群众生活在噩梦当中。美中之间开始互争惩罚性关税，分析认为这场贸易摩擦恐怕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预计对全球经济乃至政治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经济学家分析认为，人民币如果贬值，会有一个很大的负面效果，会造成整个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的不稳定。有专家警告，人民币如此快速持续暴跌，会导致资金外逃，将引发中国内部的金融不稳定。而据路透社报道，中共近期多次试图拉拢欧盟，在贸易上对抗美国，但遭到欧盟的拒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1日抵达塞内加尔，开始了对非洲4国的访问。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一直对非洲进行投资、贷款签署协议，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同时获得对中国经济有重要意义的原料和市场。中国与非洲有着重要的贸易关系。习近平还将访问卢旺达、毛里求斯和南非。他在南非将与其他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领导人会晤。卡塔尔6月以侵犯人权、歧视卡塔尔人、违反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为由，将阿联酋告上了国际法庭，目的是为了保护在阿联酋境内的卡塔尔公民的权益。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在本月23日就此作出了决定。阿联酋必须确保因断交风波被分离的卡塔尔人家庭团员，受此影响的卡塔尔学生有机会在阿联酋完成学业或获得学历。受到影响的卡塔尔人有权求助于阿联酋的法庭和其他司法机关。菲律宾总统承诺在2018年度向全国发表演讲后48小时内签署邦萨摩洛基本法，并表示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和耐心，才能承受克服阵痛。战争不是选择，我们经历了灾难、恐惧，亲眼看到破坏和人员伤亡、流离失所。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是一样，